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看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厝内若是有囡仔去外地读册，父母拢会关心囡仔生活费敢有够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书教、高考教第3条够用的够。这个够就是有充足的意思，代表数量或者是程度有达到一定的额度。咱讲有够或者是够野，若是有够开销，咱讲是够用。若是讲够本，或者是讲对方礼数有够，或者是讲做一件代志真落功夫，咱讲是够工。另外，伫咧胎儿离老母的腹肚内超过37礼拜，咱讲是够月；若是讲足过瘾、足满足、足爽快，咱讲是够快。买物件有甲本钱摕倒转来，咱讲够本；就安怎，咱讲是够够。若是饲的精神有够重，或者是果子够分，咱讲是有够水。颠倒变的词就是无够，像讲拄则讲到囡仔早产，咱讲无够月；若是重量无够，咱讲无够重。另外，这个无够重嘛有看人无意思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够野，这个意思是数量有够；第二个词读做食人够够。头前讲到够够，就是做安怎，一般放伫动词后壁。食人够够意思就是欺负人伤超过，有时阵卖讲一个人足坏吧，或者是讲用干巧的手段来达到违法的利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做人都爱知足，无论做啥物代志，有够野就好，千万唔通食人够够，爱留一条路互人行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足够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